后来乡亲啊，过来是这个威尼斯的影展，伫当地时间30号正式来登场。台湾演员舒淇，这个是以评审的身份来参加。这嘛是伫个柏林影展甲坎城影展了后，舒淇第3届来担任着欧洲影展的评审，将做台湾的第1人。 第80届威尼斯影展伫当地时间30号暗时登场，一双黑色的管搭配西装式的长裙，舒淇以飘飘的造型出现伫红毯，面对着一大群媒体，伊是笑甲真灿烂。因为中国奇幻电影《封神》第1部要伫影展的时特别放出来互大家看。电影内底演着王的62岁艺人费翔，嘛挂一副黑人的目镜配西装出现伫开幕式。Are you feeling Venice? How is it to be in jury? So happy to be here. 这是伫柏林影展和坎城影展了后，舒淇再一遍以评审的身份参加威尼斯影展，是第1个征服欧洲3大影展评审的台湾电影人，成就真无简单。 虽然伫威尼斯红毯有袂少有名的意大利电影人，但过敢若无看到好莱坞名气的形影。担任评审团主席真出名的导演达米安·查泽雷嘛讲到，先怎这名气无来参加。 Today is the 121st day that the writers in Hollywood have been on strike. 48th day that the actors have been on strike. We're just here to kind of acknowledge that struggle is going on, and as a result, a lot of people who otherwise, I think, would have loved to be here during this festival are not able to be here. 因为好莱坞演员和编剧是要来罢工，除了名气停止宣传以外，原本影展指定的开幕片嘛为美国名气辛迪亚主演的《挑战者》改做是意大利的战争片。 虽然开幕式比演过较稀微，不过部分的电影作品因为是独立制作，所以参像是演员杰斯卡·切斯坦，也有亚当·崔佛，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拢将会参加威尼斯影展。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